不管你是查甫拢有身体自主权，甲查甫是无关系。根据着这卫福部2023年性侵害通报统计，超过9400个受害者。 其中无满18岁是超过一半。国家人权委员会查访发现讲，这校园尚无安全，而且这国校这个阶段是占多数。人权委员经过访谈，也发现讲，这加害者拢是一步一步来有这个计划，也指出讲，着爱去修改身体青红灯这个教材观念，让囡仔明确了解身体自主权，而且身躯每一个所在拢袂当互人乱摸的。 打的时候手会停在屁股上面摸，他还会在很严厉的骂完你之后，又叫你过去安慰你，然后叫你坐在他的腿上。影片内底讲的是人权委员因访谈过去受性侵害个案拄到的状况。根据卫福部2023年性侵害通报统计，被害人有9413人，其中无满18岁的受害者超过一半。透过访谈也发现，儿童性侵害拢是一步一步来。委员认为，即马教育部教科书身体青红灯的概念无妥当，因为身体的部位无分敏感无敏感，拢无应该互人卡。其实不应该升起所有红绿灯。 没有哪一个部位可以碰的，没有什么敏感部位、不敏感部位，不应该有这样的区分的。那身体的这个自主权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也就是刚刚我们在很多案例分享当中，发现很多孩子，他们是渐进式的，先安慰你、抚摸你，然后慢慢的渐进的做更多的侵害行为。提到身体的红绿灯啊，红黄绿，这个我想我们在整个教材或者在研习，有一些观念要与时俱进。 啊，我想这我们会来做调整。被侵犯的人，他们的一个投诉，怎么样去减少这一个在调查过程减少2度伤害？国家人权委员会自2021年开始针对过去伫校园也是安置机构的儿少性侵案进行访谈。 访问74个个案，也发现儿少性侵事件通常发现伫国校这个阶段，老师也是相关人员定定会使用因的权威，叫囡仔袂使讲。也那这份调查报告也拍做宣导影片，希望让父母、教育人员对儿童、青少年的身心安全更较有警觉心。记者张家嘅谢桂林采访报道。